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7月14，咱今仔日是拜三的时间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逐工对上帝话来得到帮助。咱的这个灵修的影片，望上帝来互咱透过伊的话来帮助咱，伫逐工得到上帝的安慰甲帮助。咱今仔日所要读的经文是伫路加福音的第7章，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。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，若有圣经，请咱大家会当来掀开来看；若是无，请咱来听。牧师伫遮来讲即段圣经。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。主讲：即世代的人，我要用什么来比拼来比拼因？因是亲像什么是亲像囡仔坐伫家市内，三叫讲。阮对恁分达仔，恁无跳舞；阮捌悲哀，恁无啼哭。因为惊洗礼约翰来，无食饼，无啉酒，恁就讲伊犯着鬼；人子来也食也啉，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抽象的甲歹人的朋友。若是智慧对伊的正囝来显明，伊是对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各位兄弟，今仔咱所看到这段圣经，对咱是一个真大的提醒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来传福音，甲这个行洗礼约翰因所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是相共款的，讲着爱悔改来入到天国。所以，伫耶稣来讲着这代志的进前，今仔日所看到圣经的进前。就是即个行洗礼约翰，伊有找伊的学生来问耶稣，是毋是阮所要听候的是你？所以耶稣伫讲到即个行洗礼约翰介绍行洗礼约翰，就是伊就是要过来即个以利亚，总是主讲即个代志，就是即个世代伊要用什物款来比拼。当即个行洗礼约翰来到因的当中的时，即个证人。因无任何的回应，包括耶稣来的时，这个人因也无任何会当来甲耶稣所讲的这福音，会当来对着主所讲的福音。所以耶稣讲着这段圣经伫遮讲的话，伊讲恁这个世代是敢若亲像拢无有回应的这个情形。欠彩伊遮讲着，阮对恁分达仔，恁无跳舞；阮捌悲哀，恁无啼哭。所以，敢若亲像这个人对任何的这个所分的这个乐器，也是讲咱所办的这个活动，所做的这个代志，敢若亲像拢无迄个感动甲感觉。所以，甚至讲行洗礼约翰，伊无食饼，无啉酒，也因就讲这是犯着鬼个。若讲着耶稣的时，因也讲这是这个贪食是这个好酒的人是抽象的甲歹人的朋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看到即个世代也亲像安尼，有当时咱苦劝因，着爱悔改反省，欠彩正人无有感觉，甚至有人做好的、做对的代志的时，依然有人有真侪即个酸言酸语伫迄个所在，包括有真侪人会嫉妒，甚至会抹黑抹红遮个代志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当即个世代无感动，无即个。即个上帝话伫遐，互人正人来得到感动的时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着知伫即个世代接近即个世界的末了的时，咱就爱提醒来警醒。迄个时遮个正人因对耶稣所讲的话，因对即个行洗礼约翰所讲的话，因无有感动，是毋是上帝话入咱的心内，咱依然亲像安尼无有感动？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上帝话有回应。当主讲咱着爱悔改的时，咱是毋是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？当主讲咱爱有喜乐的时，咱是毋是有喜乐伫咱的内面，会当因为主上帝所予咱的救恩，咱来欢喜快乐。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上帝的话会当有回应。毋管上帝的话是责备咱，还是来互咱得到安慰，咱拢对上帝的话会当有回应。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